谢。谢谢。李公飞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一个 lucky man？其实啊，你生命中的贵人早就出现了。我就是你的贵人。大师，拜托你指点迷津。今日胜利好运拄着我，走。哇塞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呵，哎呦喂呀！哦嚯！哎，你家也太乱了吧你！哎，厝垃圾搁开个吼，哎，运会歹呢，对吧？哎呦，运若要好，财运就要顾好。那哪里才是我的财位啊？专业。确定啊？你的财位就你家啊？我的财位怎么会在垃圾桶啊？大牡丹，不是缴完就要丢了吗？千万唔通啊唔通，人是垃圾变黄金，我互你账单变现金。现金要怎么变3月25号就是你转运的日子。贵人，请指点迷津。105年1月1日起，公用事业已经开立无实体电子发票喽。记得缴费过后的水电、瓦斯、电信等公用事业账单，通通都要保留好哦。3月25日统一发票开奖后，如果有中奖，公用事业会以简讯、email 或邮寄的方式主动通知你中奖。哇，这么 lucky 啊！太幸运了！贵人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便利商店啊？账单变现金啊！哦，拿当期中奖的公用事业账单到便利商店，使用多媒体机台 Kiosk 输入凭证上的载具号码，并列印中奖电子发票证明联。带着中奖电子发票证明联就可以到邮局领奖哦。我的账单哎，这是我想到的方法。你什么大师啊？我是太帅，他比较大，我太帅。账单太强，无去被当被扣下人。会账的你对你家，旁边2斤狼，哦耶！